各位朋友你哋好啊！咁我係張三元首時又見到我啦。咁啊今日咧非常之高興嚟到九龍會啦，係一個非常之豪華嘅一個餐室啦。咁啊邀請到非常之有名嘅湯偉琪主席，咁香港道教聯合會湯偉琪主席，同大家咧去解釋翻咧今年咧2007年嘅道教年。咁其實咧我都知道啦，2007年咧喺道教聯合會有好多嘅節目。咁我想問下咧，究竟有啲咩節目咧係可以大眾一齊參加嘅？阿湯主席有請啊！多謝。今年咧，我哋道教聯合會咧就有3個大嘅節目。第一個咧就係道教節。道教節。響7年前咧，我哋就舉辦道教節，就宣揚喺香港宣揚道教。今年咧已經第7屆。個目的咧就使香港嘅市民咧喺正面嗰方面咧認識道教。明白。咁呢個節目咧就一路都有嘅，就響農曆嘅2月15日，2月嘅15，農曆2月15，係喺道祖老子生日嘅前後3個禮拜，前後3個禮拜就係3個禮拜就舉辦咧就係道教節。咁道教節裏邊又有咩咧？就有免費嘅齋宴啦，又有講座啦，又有祈福法會啦，又有道教文物展覽啦，又有道教嘅道學講座啦，咁有開幕典禮啊咁樣，咁咧就係一連串咧，我哋有8個到9個嘅節目嘅，就響呢3個禮拜，呢3個禮拜之內。明白。咁第二個節目係咩？咁啊，第二個節目咧就係我哋響4月25號到4月25至28號，呢4日，呢4日咧就舉辦咧國際道德經論壇揭幕禮。國際道德經論壇咧就係由中國宗教局同埋中國道協主辦嘅。咁我哋喺香港咧就承辦嗰個閉幕禮。就響4月22號咧，4月22號咧就響呢個西安陝西省嘅西安就開一個開幕典禮，好大型嘅。咁仲有一個咧就進城活動，即係幾年前克林頓總統嚟到一個進城活動，即係咁。然後咧我哋就揾啲高度啊，嗰啲全中國嘅道士嘅高級嘅道士咧，就着晒衫咧就進城，咁就響呢個西安咧就做個開幕禮。咁然後咧25、26、27喺香港就舉行一個揭幕典禮，就揭幕典禮即係閉幕禮。咁就喺香港咧就係舉辦一個道教宣言。明白。咁就係國際性嘅。咁到時咧就有17個國家，好多喎，好犀利㗎，好犀利㗎。咁嗰個宣道嘅地址咧就係響伊利沙伯體育館，香港嘅。咁係響未曾嚟做閉幕禮之前咧，喺4月21號我哋會響香港嘅大球場，4月21號，香港大球場就舉辦一個咧就萬人背誦道德經。咁一定要參加㗎。因為就咁大球場可以坐4萬幾人，我哋希望都有2萬幾到3萬人咧，一定爆嘅，就一齊咧就去背誦道德經。咁然後亦都有表演節目啊，有武術啦，亦都有歌唱啊咁嘅。又係好豐富嘅節目。好豐富嘅節目。咁第3個係咩？第3個咧就係第3個係2年前嘅準備㗎啦。就係因為咧2007年就香港回歸10週年。咁為著要咧向上天祈福。咁我哋就舉辦咧羅天大醮。羅天大醮咧就係香港未做過嘅。大家聽過啦，太平清醮啊，盂蘭齋醮啊，超度啊、超幽啊嗰啲齋醮咧，我哋喺地方裏邊有好多去做。咁羅天大醮咧就向上天祈福。其他啲齋醮咧就祭祀、超度。咁呢一個祈福嘅法會咧，就響11月13號，咁多位記得。2007年11月13號至到咧
11月25號，11月25號，一年咧就12天，係，哇，12好長喎12天係，咁啊我哋就設咗8個壇，係8個壇啊8個壇，就向上天祈福，係，咁亦都請咧就係全中國嗰啲有名嘅道士啊，嗰啲道長啊，同埋加埋我哋香港所有嘅道士一齊去參加念經，哇，好大，咁啊地點咧就喺香港圓玄學院，圓玄學院即係荃灣嗰個，荃灣香港圓玄學院喺佢個後山嗰度咧，我哋有10幾萬尺地，啱啱咧就平咗地嘅，準備起建築物嘅，起建築物之前咧就做咗個廊天照先，明，咁咧就係開放咧俾全港嘅市民，就同埋呢個喺內地嚟㗎，或者係喺外地嘅賓客，咁啊屆時咧亦都有賣報紙啊，同埋做到好多大嘅宣傳，明啊，希望大家去參加。完全明白。好，咁啊唔該晒湯主席，係咁福壽康榮，福壽康榮係啊，咁啊大家明白啦，應該係嘛？咁啊應該就冇問題啦，係嘛？應該呢3活動都要參與啦，係嘛？OK，咁啊節目咁多，拜拜。